你摕一支笔吼，安尼线甲伊卷去，卷好暗哦。哦，这卷了咯，要叫暗顿安尼，安尼线就变底啊。好啊，差不多啊吼。哇，那电话线呢？嘿啊，安尼较底较好用啊。啊，真是要气死的！这手机爱充电线，那才歹整理哈。我逐摆吼看你伫遐舞一寡有诶无诶吼，我心情就足好诶。阿妈，这足歹心的呢，看人无困难嘛，袂晓斗相共。你要爱我甲你斗相共遐？嘿啦，好，你甲阿嬷讲，阿嬷会有啥物好处哈？讲迄啥物好处啦？你家己想啦。无安尼也共款，我电视先看了吼，再来甲你讲。好啦好啦，哎呦，那苦里遐哭啦！哦，伊咧卖迄个工厂呀！哎呦，哎，相片内底是很红哦。哦，你才找当处长呢？我们是传统的，哪里有什么公司资料？哦，你有违法哦，人家法律有规定要保留3年呢哈。上个礼拜哦老，姐来开罚，我虚心接受。是安尼哦，对啊啦，9万块。伊去偷笑啦。吼，伊只要互你9万块，安尼敢对？你也知道，现在景气不好嘛，大家都想多啊，赚。即摆是找迄当处长有安尼时候去讨论实呀。工作，大家嘛是欢喜甘愿啊。我无甲你好笑哦，哦，很多人这出戏叫做《偷小女王》啦，伊就是迄个女王吼。这个演员我知影进前看迄啥物，做工的人呀，伊嘛有演啊，迄个啥曾佩仪呀，嘿啦。哎呦，大巴肚呢！啊，还不是因为你薪水给太少哈。啊，你要是薪哎，水安尼给够多伤忝呢，大巴肚佫倒伫遐哭对呢不，对佫去偷笑安尼。啊，是讲张老板呐。啊，请问你驶什么车？你完工驶什么车哈？哦，佫伫遐我笑，佫伫遐笑。刚才坐在那边吼，就看到这个书包，恁囝的吼，哦，就水的呢。你分金看吼，我在那个电视购物上面有看过其他个人班呢。无下贵。我也很想要买一个给我儿子呢哈。哎呦，啊，人家肯加班哦，都嘛是为了要养家。啊，今嘛人死啊哈，啊，恁老那啥个咧理啦。哦，真，哎呦，啊，你良心敢有滴过哈？啊，银行真正死啊吼，哎呦我甲。你讲哦，今仔日来吼，讲个歹听的，我就是要来偷钱的啦。啊，你们钱要是不赶快拿出来吼，我们全家都要饿死了啦。我人吼，真勇敢呢是去互恁，害你就来死哦偷笑呢。你们一个一个都不要哎，想要恁知影迄逃避责任讨债这两个字啊，迄台语叫讨债呢，毋是？啊，你若是真正讲讨债吼，是要讲讨笑呢。哦，看了啊，好看好看。无阿妈你快乐就紧甲我教。差一点仔袂记，但是我甲你讲吼，你爱请我食迄下年大餐，好啦好啦，无问题啦，会使吼？会使啦。好，来，你摕一支笔吼，安尼线甲伊卷去，啊等下吼，爱吹迄个吹风机啊，咱是来连起来，无你的手吼会烧好，开始，安尼卷吼，啊卷好暗哦，哦这卷了咯，要叫暗顿安尼，安尼线就变底啊，嘿，尾啊嘛家己连起来，啊即摆摕这个吹风机，吹咧。啊，吹偌久嘛？吹到烧啦，你摸的时阵，迄线有烧无？嘛袂使吹伤久啦，这袂歹去吗？应该是袂啦。好啊，差不多啊吼，摕出来吼。好啊，哇，那电话线呢？嘿啊，安尼较底较好用啊。好啦好啦，啊你今年的上后一顿要食啥？什么我上后一顿今年嘿，上后一顿啊。看我一个，我想要食姜母鸭，还是食日本料理嘛会使，羊肉啦，羊肉还是牛排嘛会使啦，拢好食啦。你要去台啦？你要请阿妈食饭咧？等，喂！你在家熊啊！
差不多啊啦，要过年啊，讲底下考啊，你无好，下要新年啊，莫有白考。